跟住落嚟呢，我想邀請你同我一齊做一個非常之簡單嘅安定練習。呢個練習嘅目標呢，就係好溫柔咁引導你嘅身體，等佢從一個好高度境界嘅狀態呢，慢慢安全嘅返返去而家。好，第一步，請你呢先周圍望下你所在嘅空間，唔使急嘅，慢慢嚟啊！嘗試去揾一啲咧你睇得見嘅三樣嘢，然後輕聲咁樣講佢哋個名出嚟啊！例如話，我見到張台、一個杯、一個窗。嗱，呢一個小動作咧，可以幫助你嘅大腦重新同而家呢一個安全嘅環境連接起嚟。跟住將你個注意力慢慢移到去你腳上邊，去感受一下咧你腳板底同地板接觸嘅感覺。可以嘅話咧，慢慢嘅用一啲啲力再踩一下，去感覺下嗰份嚟自大地好堅固、好穩陣嘅支撐感。喺你感覺到嗰份穩固嘅時候咧，你可以喺心裏邊或者好細聲同自己講，呢度係安全嘅。用呢一句說話咧嚟到去加強你身體嘅感受，等你嘅身體感受到嗰份嘅穩定。好，最後一步，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步，就係呼吸啦。嗱，首先咧，我哋嚟吸一口氣先啦。然後呢，我哋用比吸氣更加長嘅時間呢，嚟到慢慢咁樣呼氣，唔使急㗎，個過程越慢越好。你要知道呢，每一次你咁樣嘅緩慢咁樣嘅呼氣呢，其實都係向你嘅神經系統呢發出一個非常之清楚嘅信號，就係每一次嘅呼氣都喺度溫柔咁話俾你嘅身體聽。冇事啦，而家冇再有火啦，而家係安全嘅。嗱，呢一個練習嘅目的咧，唔係要你假裝忘記發生過咩事，或者係壓抑你嘅感覺。佢個目的咧係要等你嘅身體咧知道佢已經成功咁樣將你帶離開嗰個危險，你已經安全咁樣返返去現在。